可以洗嘅，咁你洗翻乾淨佢，你落翻乾佢咧就可以重新再用啦。你有冇洗碗啊？有洗碗就俾埋張黃籤你試下啦，好冇？今日就送俾你用㗎，唔收錢㗎，就想你下次再幫襯啦。不過就唔係而家買喎，姐姐12月1號先用得買，今日冇得買㗎，今日可以試嘅先啦，好冇？你自己睇嚟會自己決定㗎。啊，这边啊。这边那边去。